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仔，喺一個好遙遠嘅地方，有一個小女孩叫做小瓜子。自小瓜子有記憶以嚟，佢嘅爸爸媽媽就已經係分開。爸爸照顧佢，但係因為要工作，所以佢將小瓜子交咗俾嫲嫲照顧。嫲嫲已經70歲啦，照顧小瓜子嘅起居飲食已經唔容易，冇講話要陪玩啦。每一日，小瓜子喺屋企都好悶，佢經常一人分飾幾角，自己陪自己玩。後嚟，爸爸媽媽都各自有咗新嘅家庭，小瓜子覺得自己唔屬於任何一個家庭。雖然相比起嗰啲生活喺第三世界嘅小朋友，小瓜子嘅生活並唔算悲慘，但係咁樣嘅成長經歷令到佢經常思考人生嘅意義。直到佢27歲嗰年，爸爸不幸咁患上咗癌症。醫生話爸爸嘅癌症暫時揾唔到特別原因，只係知道遺傳係其中一個因素。爸爸離開嘅時候只係50歲出頭。爸爸嘅離世令到瓜子上咗一堂好重要嘅人生課。從嗰時開始，佢每一日都抱住倒數嘅心態去生活，放低咗好多嘅執着，學識咗珍惜身邊嘅人同埋事。轉眼間又過咗10年啦。瓜子諗，如果我好似爸爸一樣50歲就離開呢個世界，咁我咪剩返12年，時間唔夠啦。我要快啲做啲嘢，我要創造一樣嘢，就算我死咗，都可以俾在世嘅人一啲啟示嘅。有一日，瓜子遇到咗一位天使。天使問瓜子：你有冇好好咁利用你嘅天賦去幫人啊？瓜子話：有，我好努力咁樣做緊，但係點樣先至可以幫到更多嘅人啊？天使話：你去搵星星啦，每一個聽過你嘅故事嘅人手上面都有5粒星星，只要佢哋願意將手上面嘅星星交俾你，呢啲星星就會帶你同埋100種人飛到去更遠嘅地方，幫更多嘅人。我親愛嘅聽眾，你願唔願意將你手上面嘅5粒星星交俾我啊？如果你願意嘅話，而家就喺下面俾我5星星嘅評分。與我同行啊！多謝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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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